精晒各位隊友，快活谷嘅9場賽事都已經結束咗啦，做翻個嘅賽後嘅總結啦。女將杜婉欣咧就初次登場咧已經係有馬贏嘅，希斯同埋廖康炳咧就延續唔到個強勢啊。姚本輝啊、呂建威啊啲咩大馬房咧就已經開始復甦啦啊！及後咧，大家都可以多多跟進嘅。以下咧就係賽事嘅總結啊。第一場嘅5班嘅2200米，暴風雷咧就出閘之後就領放啊，都冇錯嘅馬咁少啊。諗住慢步速咧就由頭放到尾嘅。7號呢隻香港精神咧，哇！田泰安依場就醒喎。中段變奏咧。就講過咗隻1號嚇，直奔終點。暴風雷咧就跑過第2啊。呢場馬咧就只係得3隻馬咧就喺2200米有賽績嘅啫。咧就基本上佢都包攬咗前4名嘅。呢個暴風雷咧就唔需要失望嘅。可能加2分之後咧，升上4班咧，4班更加多2200米。我相信呢隻馬咧，季內咧應該都有1到2場頭馬嘅。第二場嘅5班嘅1000米，哇！呢隻1號嘅伶俐標區咧，一出閘咧就唔好似跑1200米咁留後喎，都嚇咗一跳啊！直路咧拉出外檔咧就1攻2破嘅。呢個貴福特咧呢隻馬亦都相當之好嘅。咁呢一馬嘅贏馬咧，亦都印證到咧，我曾經講過嘅嗰場谷草賽事咧，水準相當之高嘅，尤其啲馬喺5班啊。呢一馬咧升班之後咧，咁要睇睇對手啊。仲有呢場馬嘅最大特點咧，話呢隻馬喺我做功課嘅時候咧都有9倍嘅。今日下午咧就開場啊，都係6倍嘅。最後咧落到2.8啊，哇！真係搶錢。第3場嘅4班嘅1200米，呢2號嘅飛輪霸咧換咗一批對手之後咧，今場咧就一放到底贏馬嘅。相信呢隻馬咧就漸入佳境㗎啦，馬房亦都係。升上3班之後咧，呢隻馬咧都仲可以跟進嘅。9號呢隻長隆區咧，啲杜婉欣咧表現出佢嘅功架，出閘利落，一個內欄咧喘上嚟咧攞翻個第2，一 Q 翻嚟嘅。第4場嘅4班嘅1650米，6號呢隻活力精神咧就出閘咧就壓個好位嘅，直路。注入直路嗰陣時咧，巴道咧要騎隻馬相當之慢腳嘅，亦都係我以為佢會贏嘅，拉出嚟咧衝落去咧就表現比較均速啊。初次過嚟快活谷，亦都係之前係並嗰個騎師落嚟咧都有所影響嘅。我相信呢隻活力精神咧喺快活谷咧喺4班咧就不受寂寞嘅。9號呢隻古惑大師咧，今日咧排個內檔出閘麻麻地啊，亦都有後追嘅。我相信啲側身馬咧成長之後咧喺今季咧喺4班嘅快活谷賽事咧都可以隨時取得佢嘅勝門嘅。至於贏馬嗰隻雙影紅咧，哇！呢隻真係攞咗去從化之後操咗成半年。今日咧臨場咧亦都落飛相當之犀利嘅，贏咗出嚟先知道佢係3點幾倍嘅大熱門嚟嘅。第6場嘅呢場4班嘅1650米，賽事咧就唔及我賽前嘅預測啦。好多隻馬搶啊，步速相當之快嘅。5號嘅加州活力同埋7號嘅康昌之星咧，就留喺包尾2隻馬，一隻就出邊，一隻就裏邊嘅。入直路咧，就一隻喺裏邊咧，
就衝，一隻喺出邊就衝啊！加州活力啊喺裏邊衝啊，咪俾人阻到飛起啦，梗係直路初嗰50米咧走勢相當之好嘅，今次俾人阻咗咧，我相信咧呢一馬咧及後咧都有機會保中嘅。咁7號呢隻看窗之星咧，咁喺外檔咧追啊，咁以為佢都會追到上嚟，但係隻馬咧就比較死步頭啊，比較均速啊，可能要真情嘅。咁啊，看窗之星咧，我相信喺4班咧及後都可以跟進嘅。咁第7場嘅4班嘅12米，咁1號呢隻輕功猛男咧，今次排過1檔，配個霍運星，咁啊冇咗啦啊！直路咧1攻2破夜馬，呢一馬咧升翻上3班之後咧，就應該冇乜優勢嘅。今次咧個檔位啊，同埋個騎師係表現一絕嘅。咁一馬咧，亦都係由4點幾咧臨場咧落到3點幾嘅，亦都係今晚賽事嘅特點，可能亦都係近期賽事嘅特點嚟嘅。咁4號呢隻金進星咧，今場咧就冇乜走勢嘅。我相信咧上季咧贏咗2場之後咧，可能已經分數飽和啊。及後咧，除非爛地啊，如果唔係我都唔會跟進嘅。咁以上咧就係週3嘅賽事嘅總結嘅。每一次賽前咧，我都會做大量嘅資料啊，睇好多片段啊，同埋賽事嘅分析同埋對比咧，同各位兄弟咧做足功課嘅。咁週日再見啊，拜拜。